上发生火车败马弄电火条啊，甲培养嘛高长电车线的事故，影响900个旅客当咧全力抢修。这5月欧洲的天气热甲，南欧的西班牙甲葡萄牙这几天啊温度嘛升到40度，拍破纪录。麦加拉一只生做亲像川普的牛，原底2被要当作祭品开掉，要求麦加拉政府甲伊买起来送去动物园，互伊安稳过日。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妮。咱就开始先来关心台铁伫今仔日发生2件事故，拢伫咧台东的地上，影响超过900个旅客。我到的时阵，有一台载货列车败马去弄到电火条啊，了后有一只培养马起行的时阵去交到电车线，造成关山到富里的这段火车无法度通行。那台铁嘛有先派马术来载旅客，嘛赶紧修理电力的设备。车站内底拢是人苦苦咧等火车进站，时刻表出现移动警示，规排5点红字。可以先打电话去。就是在等了，已经在打了。火车慢困严重，互旅客真不满，大家拢一直咧怨叹。很飞啊，无要安怎？我们要赶回去上班呢。今天到池上要晚，刚好遇到。台铁大5点原来是台东的地上车站，一台货物列车伫白早起11点外发生败马。破裂站内吊车的时候呢，发生这个车辆溜逸啊，有撞到电车线的电杆，那导致现在相关的一些电车线设备有受到影响。警察干部警员伫火车边检查，就是这台76控制处的货物列车，在作业的时阵，变做熊熊脱离铁轨路，将电火条弄到4点外钟，才看情还无偌久，现场佫出状况。一台47处培养马列车出站的时阵，高长电车线影响佫扩大，东部干线关山甲湖里之间拢未通。你们这一批绝对都做得到，你们不要紧张，好不好？不要这样子挤。台铁也启动公路专车来往关山到湖里，载运至少967人次，同时有经过东部的新竹营到树林之间的新竹用户列车专门开放客票，不过台铁的应变处理也是引起部分旅客质疑。旅客好像他们呆子一样，不知道怎么办。他不是有那个接驳车吗？那是后续才搞，已经慢了多久？知道他那个池上有发生问题，应该要提早跟关山的旅客讲，而不是说让我们在这个关山站痴痴的等，就不知何时才会好。加拿大铁地上站一港道2件事故，被拼在暗时8点半完成电力设备抢修，对受影响民众是比较航太警部退钱规定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伫4月初，嘉义有一间已经趴远的国校啊，凶凶发生爆炸。对照了后，发现是2个大学生家己做炸弹，甲点火刀。这2个人到今年4月份为止，伫咧无共的3个地点引爆炸弹，拢总有6解。检方认定这2个人的行为会引起惊吓，造成危害，所以建车法院甲因判刑7年半。传出玻璃声是伫无伫使用的国小熊熊火拿出来，后来看居民所带一个，赶紧拍火，嘛通报警消，发现现场的教室窗仔门严重变形，无亲像一般火灾引起。警方深入追查，发现好亲像2个理工科系大学生涉嫌伫嘉义县这间已经无伫使用的培英国小校园内引爆俗称阿蒙尼尔的爆裂物。2个人互逮捕了后，裁定收押，已经侦结起诉。2个大学生分别互人具体求刑7年半。由余姓男子购买雷管、黑火药，周姓男子则购买硝酸铵及柴油，分别在某国立大学之宿舍以及居住之居所，将原料比例混合制成俗称阿芒尼尔之具杀伤力之爆裂物。检方表示，2个人为2025年12月到今年4月，先后伫高雄市海边一个空地啊、嘉义县一个空地啊，抑个培英国小内引爆累计6解。培英国小教室引爆7解，地书校舍主结构毁损，因为2个人行为引起大众紧张，危害重大。危险啦，迄麻木啊，一间学校好好啊，迄弹落规个窗啊拢破去，真侪物件拢天花板拢流落来。当地村长讲，培英国小较严格，后续是毋是会修理，要由公部门决定。因为涉案人分别是嘉义大学甲中山大学学生囡仔。代志发生第一时间，嘉义大学表示，这个查某大学生作息表现正常，一直配合司法的调查。中山大学是回应，对个人的行为表示遗憾，并严肃看待，后续会加强学生囡仔的辅导甲法治教育。
记者采访报道。来看美国企业打造的无人艇公鱼，因宣布头一届自主驶过台湾海峡，而且佫翕到中国军舰的影像。也若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弗林，伊带41间美国军工企业访问咱台湾，而且参加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嘛肯定赖政府对国防投资的拍拼，而且嘛讲到台美爱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今年2月，伫美军弯道快车联合演习展示，美商4set打造的无人艇光鱼完成为水面南部署了后，4set宣布光鱼又搁头一届完成自主穿过台湾海峡，过程有去拄到强军0560型护卫舰在内的真济只中强军舰，光鱼毋若成功追踪，也搁翕到强舰的影像。4set讲，光鱼会当协助台湾监控并防卫海峡。针对无人载具伫路战争美冲突效能真好，台湾嘛当地制造、加强外销，拍拼加入全球飞航供应链。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夫人带41间美国军工企业访台，参加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互人问到台湾在野封杀特别预算的无人机，敢若保留对美军购。夫人对这代志无表达立场，不过肯定赖政府对训练投资做一调整，所做的国防投资的努力。I'm not here to make a comment about anything like that.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they've made great strides in the investments of of your resources into your own military, and I think that speaks very, very highly of this administration. 夫人讲，台美爱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爱打造有韧性的后勤供应链体系。这个美国企业也表达对台湾真有兴趣。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碧指出，军售虽然是两边安全关系主要目标，不过商售更加好处理。The DCS side and the pure business to business side is going great guns. And that's partly why we're here. 台美目标以合作开发制造，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反制中国军事扩张。那中国航站辽宁号编队即阵去西太平洋航训，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日来发布监控证据，掌握辽宁号伫日本冲至鸟岛西南差不多880公里的所在演训舰载机起降，引起区域国家的关心。记者采访报道。来看美国甲伊朗会当讲是哪协商停战，哪继续攻击。美军伫咧3天内空袭伊朗2届了后，伊朗伫咧今仔日对一个美军的基地发动攻击，或者停火局势是搁再恶化。另外，川普讲伊对伊朗开出来的条件无啥满意，这嘛间接否认想要互伊朗甲阿曼共同管理核武器海峡的风声。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伫当地时间透早4点50分，对一个美军基地发动攻击，回应美军进前空袭伊朗南部港市阿巴斯的行动。革命卫队并无说明防攻击基地正确的所在。不过，美国民友科威特军方是讲，迄天捌启动防空系统应对敌方攻击。革命卫队当时警告，若是美方搁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会做出更加有决定性的回应。搁强调相关后果会由美方承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线好亲像是伊朗部队向死者想要通过核武器海峡的船只攻击，所来随后美军空袭阿巴斯港机场即颗粒，攻击目标包括地面控制站。伊朗原来快速展开反击，这已经是美军3天内第2届攻击伊朗目标。美军进前嘛捌对伊朗南部飞弹基地，也有涉嫌伫核武器海峡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这行动是有限度、纯防御性，目的是维持停火。不过，这个冲突嘛，互当地进行的美伊协议各有变数。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伫白宫主持内阁会议的时阵，坦白讲，美方目前对伊朗所提出的条件也无满意，嘛搁再声明核武器海峡是属有国际水域，袂互任何国家控制。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to everybody. And who would control it?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We're going to watch over it. We'll watch over it. 对伊朗媒体报道，美国盟友兼协调国阿曼未来会甲伊朗共同管理海峡，川普无直接回应，是讲阿曼会亲像其他的国家共款做代志，若无咱就爱甲崩掉。白宫尾也并无说明川普安尼讲是毋是失言。川普嘛想要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要求沙特阿拉伯、卡达、巴
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有以色列爱保持正常关系，通做美伊中建方案的一部分。不过相关国家目前拢拒绝加入。另外一方面，美国财政部是进一步制裁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这个负责管理河姆兹海峡通行的伊朗机构，去予美方列作危害国家安全实体。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日本政府为着要强化情报的收集甲分析，所以推动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日前参议院投票通过，所以上紧伫咧7月份就会成立国家情报局，会负责国家情报会议所交代落来的工作。国家情报会议是由首相做议长亲身规划，制定情报活动甲基本的方向，甲工作发落落来，予国家情报局。所在会甲检察厅、外务省，也有防卫省、甲公安调查厅等等这些相关单位，因收集的情报来做整合。其实这些单位伫咧较早拢是个人做个人的，安尼毋若资讯分散，嘛有可能会有闹交的情形，甚至真正关键的内容无一定会顺利传送到首相遐。所以即马国家情报局会甲这些单位收集的情报集中管理、分析，而且强化指挥甲整合。不过，这个消息一个出来，嘛开始出现反弹的声音，因为烦恼欠缺独立监督的机制，会抵触民众可能会受到监控、甲侵害言论自由，甚至是个资甲隐私的问题。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有影是热甲，亲像伫咧越南北部的高温是已经超过40度，而且透中昼的时阵，体感的温度甚至会超过50度。伫咧户外做工课的人，会当讲是强要挡袂牢。嘛，因为即马小型滚假，这5月份尔，欧洲的天气同款嘛是热假。法国甲英国的高温嘛拢破纪录，南欧的西班牙甲葡萄牙这几天的温度嘛拢冲到40度。也若伫咧巴黎，甚至有民众跳落去禁止生水的圣马丁运河咧浸水。就算讲凊彩跳落去水底，也是违法的。这2个高中生也是跳入去巴黎圣马丁运河咧耍水，而且后壁佫排规定人伫咧等，因为这几天实在是伤热。英国、巴黎5月、6月温度上悬来到20度到23度左右，北日个即马煞超过30度。La police est passée, mais il n'y avait pas énormément de répression, donc ça qui était cool, juste des rappels. Il n'y a pas eu d'interpellation et moi je trouvais ça plutôt assez sympa. 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执行秘书日前表示，西欧热乎乎的天气，若气温破纪录，而且佫显示气候危机正在加强。规个西欧因为热气大潮咧，予5月天气就像热人同款。英国嘛拄到有史以来上热的5月，英国政府就讲，为热时开始以来，已经有4个青少年因为毒水死亡。意大利伫咧热节，北部、中部足侪城市高温嘛超过34到35度。西班牙南部内底陆地温度阁飙到38到40度。也若葡萄牙最近是因为受到北非热气团影响，5月底提前有35度到40度的高温。Acho que isto tem a ver com as alterações climáticas e o facto da poluição ser cada vez mais elevada e nós temos que ter atenção a isso se queremos preservar o nosso planeta. E acho que isto vai ser cada vez mais recorrente a partir de agora. E provavelmente vamos ter temperaturas até bastante mais elevadas que estas. 嘛，因为这款赤炎炎的天气，伫咧热7、10外的无家者伫咧巴黎街仔头抗议，要求政府增加收容所含紧急断眠床位，互因会当应对西欧唔捌看的高温。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天气热协协，台南玉井今仔日出现39.4度的高温，也若新北三甲嘛有39.2度。根据学者的观察，即马暗来的温度无一定会降落来。亲像台北市伫咧26、27暗，真侪所在拢也有30度，这奥乌热掉水的风险嘛愈大。公园里的这个双杠铁棍呢，现在摸起来是非常的烫。现在呢，温度是36度，体感42度，而这样的高温呢，到晚上是不一定会明显下降。根据资料呢，内湖区凌晨1点呢是29度9，但其他时间都超过了30度。下晡2点日头真大，阿嬷出门是全副武装，帽啊、喙烟、手动拢总有。伊住伫内湖区和附近的厝边，一下来到外公园的树啊较稍凉。面对即马这时阵的热，暗时温度嘛有30度，伊讲佫会砍直，还袂开始开冷气。即马也无，
哦，啊，你袂讲做热哦？哦，有充电好哈。根据成大建筑和气候研究室的资料显示，讲过去大台北地区的高温，大多数以盆地中的艋舺中正区为首，才扩大出去。礼拜话这半暝的温度，天母树林半暝2点的温度拢高要到30度，显示台北市半暝是持续高温的警讯，呈现典型热带暝的特征。规个城市都敢若是有够大的自热体，排热是真困难。人为发热还是持续过高哈，大家都回到家，所以会开空调。所以空调的这个人工废热它就会比较高，陆地跟海洋的温差会变得比较小，所以海风跟陆风都会变得比较微弱。林祖斌教授指出讲，若是半暝高温的情形佫持续，对无法度开冷气的是大人，厝顶的住户含着细族群，恐怕会对因的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环境部最近是大力宣导，讲已经建立控高温量色地图，会当去伫网络找全台湾要6000个会当销量降温补水的场所，其中4个拢有的超商嘛加入降温的行列。都已经说明过了，然后他们也乐于去接受，然后也能够欢迎这些没有买东西的民众进到他们的店里面以后，我们才会把它放到这个 Cool Map 上面去。台北市半暝的高温要30度，气象署表示讲，这是受到偏西南风和热岛效应的影响。过去几年，伫亲像这种环境之下，5月底有当时嘛会出现这种半暝的高温。日月全台湾是持续小热，上热的同款是出现伫台南玉井，有39.4度这么悬。新北市的三峡嘛起到39.2度，气象署表示风面愈来愈活过来，拜五开始高温会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一日，伫咧名家啦有一只牛，因为伊头壳顶金色的毛看落哪像是美国总统川普，所以受到众人的关注。原底伊的主人二爸暗算要甲伊当作祭品抬掉，不过买手名家啦政府是甲伊买起来，送去动物园，互伊安稳过日。伫名家啦，即只有白化症的水牛，因为金毛互号名号做川普，甚至成做国际焦点。即只牛原底伫咧二八，也就是穆斯林重要的节日宰牲节，即一天拢会抬牛抬羊，甲肉分享互亲戚50或者是散车人。不过名家啦政府讲，因为烦恼济民众关注，会引起维安的问题，所以上尾决定出手甲买起来。一只生了真像川普的牛，唔那变做祭品，也会送去动物园受到照顾。继续咱来关心6月11，2026年世界杯骹球比赛就要起过啊。不过这门票的价销比往年贵3成的这个争议是要继续伫咧谈。唔那球迷抗议，即马司法单位嘛展开调查。根据纽约州也有纽迪西州司法单位的传票，世界骹球总会 FIFA 必须要提供内部相关的文件，详细说明各阶段赛事门票安怎来定价，也有行销七条等等的资讯。纽约州消费者保护局嘛批评 FIFA， 认为 FIFA 欺骗消费者，门票中关价中价伤唔一款。甲过去的世界骹球杯比赛比起来，今年这届104场的比赛内底，有90场的票价比往年的平均高34%。法律的学者讲，普通式的票价伫真济热门的运动赛事，也是娱乐节目拢定定会出现，嘛是合法的行为。也毋过决定的天数，就要公开透明。It can be considered deceptive if consumers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purchasing prices in a category at a certain price, and only afterwards the price changed. 另外一个有可能继续发生争议的，就是位的安排。真侪球迷甘愿开较侪钱的，要坐咧较头前迄几排。啊，毋过若是票卖出去了后，主办单位佫甲人黑白改位，这都有可能的犯法。If consumers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purchasing tickets in a specific category in a specific location, right? If they bought tickets based on representations by FIFA about the seating arrangements and later found themselves in less desirable seats due to arbitrary changes in seat categorization, this could be seen as misleading, potentially actionable under the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美国顶一届主办世界骹球比赛是伫咧1994年，当年上价票价敢若25块美金，啊那今年毋若头一届出现浮动式的票价，乌市甚至甲决赛门票划甲一张900万块美金，佮传出 FIFA 对中间抽3成的 commission， 互欧美各国的球迷实在是看甲目火倒。那么决赛是伫咧纽迪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州检察长嘛决定特别要针对8场比赛门票定价过程来彻底调查，才袂有毛的食甲凊退，无毛的食甲脏水，互球迷感觉家己是叛啊。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
继续来看，澳洲政府今仔日提出有史以来金额上悬的诉讼，拢总讨赔14亿美金。因指控 3M 公司产品内底涉嫌使用有毒的永久性化学物质 PFAS， 污染至少28个国防基地。不过 3M 公司是讲，20年前有毒的产品都无个卖予澳洲啊。 The Commonwealth has today commenced legal action in the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against 3M Company and 3M Australia for allegedly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and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about the long-term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3M firefighting foam containing PFAS. 澳洲天气热个大数是全球上发生野火国家，即澳洲政府针对 3M 小风波和有毒物质 PFAS 诉讼，求偿金额14亿美金，合大票435亿。澳洲司法部长指控 3M 隐瞒因的环境实验室的测试结果，讲 3M 的小风波是安全，因成分分解而且无毒性。不过，这行为已经让澳洲国防部甲纳税人开至少7亿美金的调查，政治甲减轻国防基地 PFAS 污染。 Australians rightly expect their government to stand up for them and to hold companies accountable when commu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impacted. 不过，根据 BBC 报道 ，3M 公司辩讲，因毋捌伫澳洲生产 PFAS， 而且20年前就停止伫澳洲卖这种材料。这种俗称永久性化学物质的物件，常常用伫小风波手机服装甲卖黏点内底，这一大类超过1万种人造化学物质，伫正常环境之下未分解，而且佫会伫体内残留，造成人甲动物的健康危害。美国乔治亚州道尔顿居民，近几年来饱受环境内底这种物质的危害，到即马环境部门也无采取 任何措施来解决。道尔顿是美国地毯制作的大本营，数十年来，地毯业拢使用含有 PFAS 的污染剂，互当地水资源甲环境遭受严重的污染。艾默里大学研究甚至显示，道尔顿地区1/4受检的居民，肺内底的 PFAS 浓度已经达到高健康风险的水准。We have cows that we've had a couple die. We've had some birth defects. And all the cows that we have, we don't know what we can do with them now because if we sell them for meat, we don't want to contaminate other people. 美联社报道，虽然科学家甲联邦监管机构拢对这种物质的危害表示关切，乔治亚州环境保护部门无发布鱼类食品警告，也无发布饮用水禁令。不过，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甲缅因州拢已召集数百万美金进行清理，佮对污染者提起诉讼来赎回损失，将做正明显的对比。公司新闻网络媒报道。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